走进周园讲台。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温籍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郑章尚方老师。郑章尚方老师长期以来从事汉语方言、古音、汉藏语言比较研究。他所建立的上古音体系被海内外汉藏语学界认同，他也因此成为了国内语言学界古音韵研究的权威，汉语古音学说有代表性的8大家之一。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讲座主题是去解温州方言。方言可以说是一些不规范的文字，游离于字典词海之外，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而温州的方言难懂难学，更是闻名于全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郑章尚方老师，大家掌声有请。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啊，我们这个今天呢，图书馆让我在这里讲一下温州方言趣谈，主要是在词汇方面的。我在这里呢讲了3个讲座，第一个呢是在博物馆第二个呢是在文化馆，现在在图书馆。三个方面呢，就是说，第一个是讲温州方言的历史，这个一个是音韵，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讲温州方言的分段的发展历史。现在讲的呢是词汇的特色，因为温州方言那个词汇很特殊到底有哪些特色呢？我们呢就在下面分这个8项来讲。第一项是多古词，就是我们的温州话为什么呢？有些东西很古老古老的特色呢，就是古代汉语常常是一个单音节的大样的字大音节。温州呢也是这样的，这个单音比较多。比如说这个脸，还有外边叫上海人那边都要叫面孔，还叫脸孔，这个都加个孔。温州呢就是叫面给面，该地方呢都叫格面格。格呢，我在这里写的那个汉字做个叶字边，这个是格就是变成格。头颈呢就叫将，是吧？屁股呢就叫头，臀部北方要叫臀部，我就一个头，是吧？还就是呢，什么东西的底都要头。乌头是不是玉头都是屁股，都是头。还有呢，翅膀人家叫翅膀，我们叫翼，就是翼这个呢，鸡的那个树囊，我们叫当。这个字是尔雅的，米字旁边一个长，米字旁边一个长字，这个当就是上古音，就是那个字，就上古这个就是当这个字。温州到现在还叫当，那个音和3000年前的音意思都没变这个是很古老的词。还有呢，鸡蛋，其他地方呢好多都是蛋蛋。温州蛋呢实际上就是蛋，子弹的蛋，原来是这样写的。后来呢，写这个虫字边的，但是温州还是老的说法，叫狼。这个字呢，有两个音，一个是狼，一个是楼，就是睾丸所以呢，它2个音都是古代的都是很古的意思。还有那一个
这个爱呢是月字边做个周字边一个形，这个呢是叫牛的爱，牛爱在古代呢是叫牛的那个字，可是呢本草上面呢加那个禽类的这个屁股啊，这个牛啊个那个字呢，他写了一个婴孩的婴字那个头下面一个否，这个是本草上的写法，是啊，但是最早呢是肉字边一个形，譬如木字那个字啊，原来呢是次要的次下面一个粮食的食，现在呢都像米字边一个字了，这是一个什么个写法？这个词呢，《说文解字》里都有的，最早就是糯米的饼。筷子，全国差不多筷子都很多，就是我们温州和那个什么呢，和那个福建我人都叫做贼对，这个福建人们对，这个字啊，其他地方都叫筷子。据说古代呢是这样的，我们吴语的人啊，这个划船的人先把它用起来。这个划船啊，应该是这个船呢走得快一点。贼呢可等贼的贼啊，字大个字啊都变成慢，所以呢就不行了。所以船上呢不允许加贼，那呢都要加筷子。然后呢都流行起来呀，就变成筷子了，对吧？各地都用筷子。另外一个呢，温州那个旧正都正，该说俺的那个水果呢是土字边一个城，可是实际上汉代的阳雄方言就有了，它是这个店做个瓦，就是我们这个我姓郑的这个郑啊，把这个都改成瓦字，该说俺的就是郑，这是汉代的写法。后来呢，大家不知道怎么写了，就写成佛字边还叫土字边一个呈现的呈字了。这个是后来的书写，早先的写法呢，那个字比较老。还有呢，我就干是吧？知道干给你吃过干，我个干羹汤的羹啊，一个羹一个汤。我那个汤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做汤，北方就是这个做汤就是这个汤了。温州这个汤呢还有更早的意思啊，就是洗脸的汤，热水就叫汤，是吧？这个就更早的意思。羹汤呢是一个专业化的英文，它是最早的就是洗脸的洗澡的那个汤，这个就是更早。像这些呢是名词，上面加的名词。要加动词呢，我们知道首先叫回来，全国都是回来呀，就温州叫什么走该，归来的归，你说哪个老啊？一个回一个归，当然归老啊，是不是啊？温州一开口就说走该。我们有本书注意说，人家呢争吵说那个南戏是在温州这个发源的呢，还是在那个福建发源的？福建人也争。但是呢，南戏最早的一本书就是《张协状元》，这是93书会编的。我们温州是93嘛，93书会。它里头呢就阿姑啊，高大师马个改，高大师都是呢，马改能够。你这个福建人话不能过，有时候就能过呢。马个改，这个有学问，宋代基本是宋代编改是，宋代那个就有时要改的低，没事叫马个改，没事做改呀，给人改归来的归呀。就是全国都义务啊，对吧？其他地方都叫回来呀，我们是叫乖，还没写。还有呢，东西提起来，全国都叫提起来，温州叫起，
我们知道有个词叫提纲挈领，是不是啊？提就是挈，那提纲挈领就是挈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挈呢，就是要老一点。我你过挈拉子，鬼生狼挈子是吧？挈猎，鬼生狼就挈鬼生狼，已经能过，这是挈。而个刺，把比这个对，这刺呢是看啊，是在楚辞啊，楚辞里头用的词。温州现在还是天天放在嘴里，是不是啊？吃吃是，给那叫吃是，是吧？不过不是我看戏的，就像那个楚辞的人说话似的，啊，是刺。还有呢，别的地方都叫舔一下，温州叫贼哟，是吧？给中亚的贼哟，中亚的贼哟，给贼字呢，就是这个说明啊，我们这个词很古老。别的地方都叫舔呢，我们就贼。还要穿衣服啊，叫着衣服，是吧？穿着的着。等你，别的地方都要等你，我等你回来，你就那个好你，我个好的这个好要比这个等要古老一点了，是不是啊？那个后人在《诗经》里头就说等人就叫后人啊，是不是啊？后人是一首诗，是不是啊？说明我们温州话的古老是在楚辞《诗经》里的词，到单定词，温州现在还在用，是吧？还在用。那个这其他的这个动词呢，还有比如说外边都叫游泳，叫游，温州是游一块的游不是游，提手旁边有个球。这个字呢，最早的写法，书文的写法是三点水一个儿子的字，就是那个游泳的有的那个上面个方不要了啊，方人不要了，但是他的意思呢都有，辅助要和有呢意思相同，但词不是一个词，温州就叫有辅助要。还有呢，躺下来就是也一大能一路是吧？就是也古代就是眼卧嘛，眼卧就是什么？还有呢，这个忘记了，我就叫盲字。盲是哪里啊？庄子里头的词，庄子里王夫叔仪啊，就叫盲啊，忘记了。所以还有个是呢，19过个年呢，这个夫子给人读，夫子五个人，夫子3个人，是吧？不止就19呢叫夫税，这夫税夫就是白呀，税呢是皇帝的地下面做个口，该做税，该夫都听，夫都吃，普通话都不吃，实际呢古代是最早的夫税不是，不止。这个都是古代经书里的词，温州还在用啊，说明这个古词众多。还有呢，这个耙，我们宋代要做这个耙，这个耙子上面是一个爪子一个把，爪子是这里啊，这个指甲叫做爪，就你有呢耙就是不一个不，温州的有呢还是古代的意义。那么不在那个地上爬呢，给富有加脚步的，给我那个衣服是给你服是高要加脚步的呢，这个步呢爬呢原来是爬，是跟你一样的，就是一个步幅，就是个脖子比着一个步幅，这个固定的爬，给爬那个。日安呢，把这个改成啊，个样呢是个改样，但是呢，后边那个步幅都不我吧，个相对改成啊都把，个需要把那个改成这个是啊，这一个不一个步到肯定有步有，给人这里有啊，这里有。
该那是个一股一样，一股的是啊，有句话是他有，中国讲古是啊，那话格多。譬如就能够吃吧，那个八是罢休啊，在中国讲古那个学当中是什么罢休了，是吧？罢了，对吧？就看起来这个是很文的，在温州能力是他过，是罢，找你罢，给罢子能力是他有。是呢，这个福建我们就是是广东啊，这个客家都常常用词比较多，词也讲，但是温州呢这个词啊，从别的地方去看，一个都气，是南非这词呢和普通话是，普通话比方呢是气比作词。语句话是气比作词，很自家的。语句呢，普通话有这一个人还能比，气比作词。语句呢，气比作词，那个气比作词。讲的苦仔细苦仔，苦仔细苦仔，苦仔在这个是仔，菜，可是还有你个语句能给嘛叫菜，叫吃，菜比作词。你要来的话，小要来的话，该是俺都菜呢，菜比作吃，该一个普通比会说。还有呢，哈走，哈死，该是俺怎么说呢？口巴比做个嘎，这个你这个是俺糊涂哈死，那个是不是哈？做个菜就是。口巴比做个菜，我们做个狗，给人给人家子吼，这你这个我哈死的，这个后菜的吼，哈菜就是后菜，都是这样都吼的，这都哈呢帮的是口巴比做个嘎，帮的不是那个人啊，个意思啊，有这里有的，还是要那种啊，那我是这里得到，个后可哈呢。养些东啊，后事，有这种还是有吧？后这发展辅导中，这大喝一声嘛，古代是能都吼大吼这大叫一声就是吼。还有呢，以前那个提过内疚啊许，黄昏，内疚就是中午，这些都是中国近代的词。温州呢，天天说，比如说青年呢都叫后生，后生，跟人小学习，如果年轻都叫后生，这是都是中国近古的词。然后呢，儿媳妇不叫儿媳妇，叫上门，该是啥个字都有，上门啊，该。本来是个上桥里的个女，她不能又不做儿媳妇了，儿媳妇都是新来的嘛，在家里啊。那么还有呢，伎俩，该能已经能够该能自理的东西，有自理能够了，该自理在这里是有就是很稳的，有伎俩，是不是啊？他有跟人有本事。有能力，有自理。写序，有就那把哪作业呢？在好多小说里头都叫相混，就写借。这你说作业，可能个作业不对。在明代、清代宋代以来呢，这个写序修的知道国呢，必须在写序。嘴里呢还要讲的，这样呢，所以在这里叫做欠家，福建人叫求家，是不是啊？就是个叫切牙，就是个切牙是学问，夫子能做了，只得嘛叫个你是那这能做了个，但是呢一定呢要写序两个人啊。夫子是注意，
山油，跟那个山油是木瓦须，我那个就是有生寿两个字，这个也是古代中国的那个小说里头都有用到的啊。你要不那个你给那女主当中啊，我有的山油啊，在些许当中有山油。给他们是当中，这个还有呢，我你宇宙能摆入一个是讲红基时代，要来红啊，宇宙能够吃个老鱼叫老鱼娘，老安人啊，古代就是个封号啊。宇宙能也不会能够叫的老会人的，可是我叫老鱼娘，是不是？一个老安人是古代要极品官才能够叫的老安人。宇宙能是也不会能过个老鱼，我叫老鱼娘，个红啊，我是有比武的要求要谁能意思？个上老官呢，叫郎官啊，古代是当过有一定分界，什么是如果那个过三不界或者九界，给那个叫做老官。可是呢，这在你作为一个人呢，普通的百姓呢，到后呢做上老后呢，有可以请的就是官，后呢到那个官叫上老官，那个有这个门呢啊，做老官，还是后那个老姨娘呢，就叫上士娘，士务人也是个封号，安人、儒人、夫人这些都是封号，还是个比较那个上年呢，比别的地方就是生人、生娘、新娘、新人，或者呢上士娘，有个儒人的啊，上士娘。那么闺女呢，就是玉子，玉子，这个玉子呢，原来呢是一个玉附带的，跟玉子另一个字呢，写我叫玉子，主，那不是子是主，就是原县主，还是一个院主，都是古代的闺女，闺里的女。县主呢，公主是皇帝的女儿，郡主呢是亲王的女儿，县主啊、院主啊，开头也是一定身份的女儿，但是后来呢，比如说有钱人的女儿了，那就像那个员外，实际上呢是一个一定品质啊，员外但是也是局级干部啊，后来变作有钱人的名字了。那他的夫人呢叫院君，他的女儿就叫院主了，实际上是院里的主。这个写法呢，就是醒世姻缘。这本书呢，有的人是明代写的，有的人认为是清代写的，明末清初吧。什么那个时候啊，这里头呢就写院主，他说一个媒人替这个闺女做媒，一个讲我家院主这个小姐怎么样，另一个叫我家院主怎么样，那就院主就是小姐。所以上面讲的呢就是古词。古词有的时候呢用古音，比如说我们一些韵母方面有的汉代的音啊，比如说一个都盖，这个朝鲜、越南都一样的，朝阳也一样的，这个陕西的商县也是这样的，一个都盖。这个是除了温州以外啊，全国大概有16个县都叫盖的，包括越南和朝鲜。蛾子呢就当麦，语就都当麦，越南话的爱，我那个方言的爱，所以当麦跟爱呢是不一样的。和越南很接近，肚子饿了都爱，饿都爱，不养都拜，给这个谷子把它拜出来。
大太都太，个吃不来都来，个小小的个盖子叫来，是不是？这些都是汉代的音。除了这个之外，声母呢，有的是就是轻声都撞重声，就是古代没有夫这个声母，夫啊这些声母没有的，发夫都不，无嘛都不。举个例子过呢，就是反过来发，我就那个发句发了发大，就是八大，是发句过，这个发字的发字，完了呢，我那个辣椒叫棒塞就是粪，那个粪啊，粪土的粪，棒塞就是粪土啊，是吧？棒塞。还有呢，普拉达，普的普，哈普人，那个普人就是普什么就是普人。肥最大的肥呢，就是肥牛，肥，真个牛跟肥个牛，是吧？还有呢，不正的不去都不字的不字。还有问你们都忙，望们都摸啊，这个看望那都摸啊，还有那一也都猪呢都都一头都拉去，可是个人家那个都做，但是依旧那个都拉去，是了的多，这个3点水这个做。该是都当了，是的当了。完了呢，为什么都拉开都？这个是做法难说的做法难说，都的话有个真的我该那个啥东西，都的话就在都有啊，该那个啥没过有，都也都我这个做法难说啊，一个成语，那叫都。完了呢，按着打开，睁开眼，正发站发，这个站。打开，按住打开。完了呢，过一个当，个张都当，这个鸟的那个树就是当。这里打个打，它就这个节日，召开的那个召，就是遇见那个打，某一个打。还有个电呢，普通话那个都鸟，我都鸟。我们温州话都电是吧？电呢又是靠古代养回来的，这种娘呢绕不个电是呢发听有另外一个意思，干的这个诗啊，我们这个电是一个什么？干是个的叫做都电啊，都娘着那么乌木。遇见了把那个是给乌，虾子呢都乌木，遇见了那个乌木，这就是乌木。遇见了古代的蛤蟆中啊，个样都个，这个呢，干叶河都是干叶，行都是杠了，什么是杠了？行。这个你把讲到中呢，有个叫阿含经是阿甘，我是到后头那个就发现那个就汉字都干，个汉字旁边做个叶，就是个，干了，我个没有干死的干了，写都干上都干，买都个干的。就是怀都干，写门怀都门嘎都干，所以给那种俺呢，我都个，在这语句那个解释呢，解释，给是俺呢，富的阿子阿母人啊，应该是解释小声才对，但是呢，语句呢是解释，那个也是个也来的。但是呢，如果开始古样，我也就讲过是古样，
但是呢，还要的是狗个样，跟那打跟那也不是做事啊，疼那个。要那个年呢，比如说改句，句是都话都句，改一点那个改句，改是实际上官话。这个家伙也是官话，把价值跟能价值把这都写，把价值也是官话。域外给唱戏里头呢，有造语叫声乐就域外呢，王字都是娃字是吧？完虎呀，画呀，现在是签字啊，以前是要画那个画虎呀，五虎呀，是吧？画呀，这个呀字也是官话，这些都是官话。所以一门一国呢，是给人对一点。第二个意思呢是发举你，给国人公国样，可是啊，可不能我写啥比较多。该有的是俺的是俺嘛在了，给一年写啥多。旁上这个写法，表不到我你如果一抬。北方人北方是说一进，房子是一进，你就能把它过一抬，到那地都抬，是不是？个抬，看没写法，一进一退，是不是？还有呢，房子呢，北方呢，房子是，我们南国叫屋，北方叫房屋呢，八大的，你就那个房我家。是塞那个，屋是多那个，不过那个屋是塞那个，房子是大的，这个意思大小正好反了。还有呢，一种呢叫包子，和馒头呢北方是没有馅的，我们是正好是有馅的。包子呢，那已经包子中间一定有东西的，一种呢发了就火，再上锅，给锅呢。有个地方呢，你那个土门那个地方呢，就是面包了，就是馒头和面包分不开了，就是都叫包面包。刚呢有个肉豆，包括那个肉豆呢啥呢？蚕豆，就是我那个瓦豆，呢，是吧？不可能叫蚕豆，跟我的阿姑是发达过。有意思呢，个当代国，当代语文，比如各发达国个当代国，以前呢有意思，包括那个了得，哎呀了不得，那是了不起，很突出。以前那个了得是个够不够？了不得是不够，那个话呢都是意义，同一个词啊，意义相差很大。专业的情况呢就更加普遍，意思呢句，比如说你过个羊，就羊呢，饮本来是喝就是饮啊，是不是啊？喝，饮茶、饮酒，这是个动词，这就那个就羊，这是个你们是跟没的这个在，这个是个名词，这名动呢是反过来意思不同了。跟宇宙那个末日指哪是呀？末日这句话就做那个种，该是叫吃得个狗个种，该是该种到一么什么？搞我你看举例呢，比如个末日，普通话个毛灾就是这个毛灾的。该宇宙上呢，该比如个一种呢，表示表示不好，该是生的大举比。那五呢？有能力是个就是个五，有能力是个是这个这个呢，被货物到东西哟，又到哪五个？到这个东西，又就那个五呢，还是名字，还是东西和名字呢？有意思有发那个。还有一呢意思，没去走，出来的出是个动词，文字那个叫没去走，没那个没挖去走就没去走。没路走，上游下游，
摩洛州，你到下游去啊，就是摩洛州。罗本来是下去的意思。这两个我是同时，这哪摩呢？这是给你国家自家，给你国务自家写的，叫摩曲州、摩洛州，帮这个是帮表方位的词性的转变。它遇见那个自身具备呢，还有那意识的具备。你说遇见那个当国，指的是灯笼。当国的国是，你知道作为一个国是讲法比这个公，不是国门的国，当个国个是指那比当笼，这个也是当，这古代就当的是要当，叫做国。可是遇见那个当笼叫国，当国还是呢？这意念呢要具备。那个的讲法比这个的是给买，这是俺呐。不可能说呢，是个大口味，一个水果，口头，个果腹头。遇见那个蛋呢是都口一都果，一个有这个口都口给点两个意思，口都口啊，但是遇见那是都的，不可能是水啊可以修养的，个遇见那个蛋是修养不出的。完了呢？遇见人呢，比如说鱼表示居，能接表示个呢符合个国际，那该能长接，符合这个能长个能过，那也能过去，过继续的，可能节能，高个子就是节能，个大背肌符合个是比较硬，个呢是还是比鞋类，慢慢。本来是妹妹是最小的女孩女弟弟，但是呢，遇见了比如慢慢一个比如孩子了，是吧？给意思就比生养意识为比较豆，为什么被做个他个豆？个豆是不可能是看半夜土，遇见了呢豆是那个梦里豆，这个是。负担都是负担的意思，但是那个意思越活越不同，一个是半夜，一个是梦里，意思距离不同。发达得大，可是遇见那个是躺在那里，啊，翻了到了我就是个颠覆的意思了。路很乱啊，遇见那个路是扶着个很乱啊，这两个插嘴就路子路基是吧？遇见那个货那个拿着货车，是不是？给搞货车，货子，给货呢是货，白货呢是只有惶恐的惶。个完呢啊，树遇见那个树，朴树啊，遇见那个树是那就是红色的意思。比如说那个就是买梦，遇见那个数字，少表示畅快的意思，有表示有钱，表示富有，窄表示贫穷，窄极端的极。两外不但是把佛迎接佛，是把佛在那里巡游。到处游一下啊，这个叫做两外。还有呢，还有过去，本来是个过去，只那么过表示个啥呢？原来是表示热忱，跟那个过词、气词很正锐，实话吧，这个都正，跟叫都过去晓得。刚才要不呢，比如说正锐，比如说呵斥，个意思，个具往，个那意念我就具备了。那么还有个遇见人啊，跟困生养些出息，跟困生养出去人，到底人啊标论成人嘞，搞得给老早嘞，个别到人嘞，个普通我听了叫食粮了，个两里个，两里是2两，是不是？12呢就是食粮，是10两。2里呢是2里，不能听下是2里，
还有呢，高二，他的孩子念高二，比如说高年，5个年，搞不过个二了，因为这个二呢容易搞混了。温州是这个特色，因为温州像温州一样的2和5差不多，这是很少的啊。2和5北方就不会混。第3个的点是后阳的是俺的，后阳二龙，可是俺的小区啊，你叫不能成。比如说发音没是发音，北方这个我今晚嘛这个夜黑不它是不要，给能，遇见了发音，这不是不要，是不爱，不爱发是那个不爱。不会呢，有快，还是用不快，不好呢，不字不好看，不字不糟，给地方不糟不好，不好，不鸟道是鸟绕乌2个是鸟绕乌鸟拼音，高呢是歌拼音。你要知道这个居，这里比如说居，开始我写不出来，是到底是个人的个应该的个还是居呢？后来看到蒲门，就是门9与9，蒲门能个居盖居，那就是明显是居民的居，因为呢，他那里是去的去，去民的去，居民的居，他们叫居，渠道的渠啊，居，还有呢，这个呢，那个叫许个和，个福建人爱说都和个，那么居民靠么个居民居到居民居到居呢，该是讲那个是的，尚书诗经里头用的词，所以温州话的那个那个代词啊，用的是非常早的，所以说。高，居无是高，虚无呢是好。我呢是我看你，我你。老娘卡是老与娘卡，福的老娘卡老与那个女子那么是老娘，大不老是老与娘卡，女子卡带老与娘卡，女子带老与娘看不带了，那你晓得，也是一样。一种人那个热外，你像这个这里只有热，个热外呢就是热外，这是谁知道晓不讲？这那不是热外呢？而不来下来一个是给你们说，热外，给啥个是俺一样，热拼音分了之后热外是能热外，像美女啊，有了许多地方啊，给我是招，他们不像遇见那个热外给招。这个呢是第3点，第4点是得日，遇见那个是俺那是八大，得大又是俺。给遇见那个得大的是俺的，自来修水女好子，这是地上女女。这里是俺呢是得大是俺咋过呢？把就那叫干菜，我你叫菜根；啊就那叫咸菜，我你叫菜芽。菜根还是好买，鹅啊地鹅啊，过下咸，咸过下呢叫过下咸，豆腐咸，咸个豆腐是豆腐咸。女的豆腐呢是豆腐女，就是豆腐，北方的叫豆腐脑，我你叫豆腐女。我国，这就是北方人叫明瓦，我你看嘛，这巴拉句是俺带了句哟。还有许多的苦普通话，真要的苦普通话写法，拖鞋我就叫他，围墙我们就业务，水牛肉我们就牛山。原来是俺的是2个是俺的意思，这种就是2个是政府业，原来是50门是能卡
卡能卡，两个是门字。八张张八，八了句。再碰嘴有插嘴呢，是不是？碰嘴没有插嘴。圣贤先生，也上，老古老，就是大句啊，还有那个地破地，是不是？破地，我就叫那个破地。可是呢，白女我地破，是不是？我就把这个东西呢，那你弄，完了呢，累越累，是吧？就是一个带了一个带了一个带了，已经弄是完些，可是俺八九个，可就还不发能过法，我说已经八九个，这年呢，已经能女来富过些女来是过。可他给我是不是？应该以为过要个过着过吧，是吧？已经能过你那个我，可他给我出去，可就用来打油我出去，已经能过个造业呢，不是姓造，给东奥要造业，个造呢是修人的意思，就是修人安业能意思，就是个安业来意思，他们的波罗语啊，安业来意思意思。完第4点是今年呢，没是活的，没呢，已经那个不可能过程呢，什么二，好像是不可的点，不讲我的点。预计话这个人那都晓得的，行上来的2千多了点，预计个人上来的2千多了点，感觉举个例子过程呢。不可能呢，什么二是考虑的种子过，已经拿人，感觉晓得个呢，已经那种啊，不忙个那种，给我个人，已经个人那个是慢慢个呢，譬如说硬蒙是吧？电是吧？硬密崩。学生、外地、普通、私人、学校人，还是帮，不过我们一共过2个人啊，3个人啊，4个人啊，5个人啊，还是口袋口忙，是不是？只打头中可以说能过成无所谓，那个人啊呐，得上来的那个2千多来点。跟那是你那些果子那个是果不上，是不是？毕竟那个是啥东西，是吧？啊，啥东西？个定个是个呢是同意发生，同一个是啥意思？可以的，养生呢，同意的庇护。一觉许多女人呢，夫妻就别这样子。比如说，我这是妈妹子，你可以要给了叫马虎。比如牛，我个点牛，如果马牛，可以个点牛。野酒，如果马酒做野酒。鸡煲，如果马煲个鸡煲，如果豆腐马房叫做豆腐。一没诚意，磨牙，这磨了牙嘞，这种叫猪嘞，不一定过叫马种叫猪种是吧？哎，那我呢，也那个法庭的叫，7分法庭的叫咋个？主动，法顾，夫妻卡，能没？cái yếu cái hóa cái năng qua rồi suy nghĩ chiều của cái năng khoai của năng của你反顾，这是意思不好过就是生病嘛，他听不懂，给有个福利感，我就觉得那个反顾，人这就是7分是吧？反顾，啊，教外我教不懂我，能就读书教不懂，非能过。干不动，就是也生病。
完了死我呢，干着多，拿我，这顾我，顾背我，顾睡我，是的我，个是这个来能个是的我，啊，给我还等，我还等没，求我，我可以了是。生娃比呢，要给你叫过火，你讲我这个人啊，太厉害了，我给能我。对，马很的马，或者奔，个奔为奔西，个生为奔。那侬这次呢？给能这次呢？我是，大字。个大字呢？你晓得这个大字呢？是字大的大。那个字大给大，给大呢，在这是初改那个说国话，还是初日周日的主要的。你非国语就那个大字，你还不知那普通话个大字字大给复一声。给在这个语就那个大字，比如说南农的，这是初日的国话，哎，这是个要也叫个历史语言的。还有呢，宇宙呢，飞也给那个飞哟，越个人呢，越是中学在屋子啊，这里别，人家还能活的是啊，比如联系来，宇宙能过联系来，要留住过活，没到来，这里，来能来。对门脸，是那脸，跟这脸，跟六就过谁，把要就过谁那过对，比谁也晚来那个，谁有你了，有你脸火。现在，这宇宙能给做过火呢，就是特别要吃，是吧？给木头脸，这脸，有人给你还懂那个，木头真的好，是吧？这真的好，你发这个嘛这么到牙多了，这么是不是？给对门脸，回过，对门好，对门真的好，是吧？我是那个，给所以个。要来么子过程呢？还能这个是俺谁拉路那嘛？还能写字，这他们搞通的，是不是？啊，那个宇宙过后呢，你腹肌那个过后比我要写嘞，我宇宙那过后是来不住哎，我踩脚去，比别能弄对比一些。稍微小声有误啊，我们先进入继续讲座状态啊。这个刚才说的那些，就是统一的惯用。还包括了温州有一些隐语，就是说那个他用那一种暗示的方法来代替一些词，比如说有些我刚才也说了，一些东西呢不好听的，他往往呢要避开，把它呢换成比较好听一点的词，尤其呢对有一些比较脏的，还叫大家避讳的，认为这个不好听的那个话。下面呢我们举例子来说，就是一个避讳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大便，
这个肚子泻了，土话呢叫做开松，去大便呢就一开，不说那个大便呢就不好听，是上坑，是吧？坑松。怀孕呢叫做脱身体，而且双生。近视呢就是短目，小儿出痘那是大避讳，叫做出宝，祝贺，祝大人啊，祝大人出白，祝卡，让这个卡子往脚底去，祝卡。大概祝卡呢，就是大兴开始说话的。这个棺材呢，一般就叫100岁啊，希望那个棺材1000人家都把它打起来放在家里的，是这样。避开那个舍本，比如说我们做买卖呢，温州是最讲究做买卖了，是吧？是个买卖的城市，这么卖的。那么就要怕舌本，把舌本的舌头的舌就不好说了，那就改做口腔。口呢本来是口舌，就改成口腔。腔呢是哪个腔呢？玉腔的腔，远近的近，不是那个转字啊，那个转啊，赚钱的赚那个字啊，就叫那做渣，可是叫渣我也渣，错了就做渣。腔呢是个玉腔的腔，这个为什么有远近的近呢？因为《易经》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进利是3倍，有3倍可以进赚了。那就不行啊，那但是改，所以呢，讲就是讲有些到利是3倍，也讲这个我是个蒙语，给叫前面的这一部分，就是一种，也是下面就是要提到的那种，就是歇后英语的味道。这个温州呢有个很大的特点，吃饭的碗和那个稳当的稳同音，北方话是不同音的，碗稳，温州是不是鱼多，吃饭的鱼不过鱼，所以过去呢结婚的时候都要买碗啊，作为那个送嫁妆的一种讨好听的讨彩的。如果打破碗啊，那不好听啊，把碗打破了就把这稳当打破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不能说打破碗，这句话就不说。那怎么讲呢？老一辈的人说取名字，敲门字个取啊都敲，这个是古的一个样，取都做敲门字，就是取个名字好听。比如说实际上是打破碗，敲门字。还有呢，比如民间英语，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钱不说钱，叫许，酒呢就3点，酒字不是3个点吗？肉呢就是内人儿，内字下面加个人不是肉吗？它就是一个破字的字密。盐叫做黑沙儿，黑松。衣服呢就是皮子。女人呢就是交角，那个女字不是下面那个笔画是交在一起的，所以交角儿就是女。或者叫做监牢地牢，我嘎这个来嘎来对来，这个
就是男人叫盖老嘛，女人就是底老，一个盖一个底。老头呢不叫老头，叫挂套的，骨头啊，不过死的这个那个啊，靠50故事就骨头。根据这歇后英语，什么叫歇后英语呢？古代的歇后语，我们现在都叫什么？这个电灯照旧啊，像这就是叫做歇后语。其实不是的，从前的歇后语历史上记录，都是一个成语把最后一个字歇掉，跟人家猜。譬如我们温州话就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养子啊，一叫那叫用养子，把人家孩子养起来做自己的儿子，就是养子嘛，是吧？叫用不是唱的，唱，一就那有意思些，该阿哥是发达的，唱是干儿子，就是唱，该是发达的呢。亲儿实际上呢是指的是干儿，一就那个就唱，是吧？唱娘是亲娘，是实际上是干娘，啊，这也是刚才说的没有说进去的，那就是干和亲正好反的。用呢，就是养子，用呢，一就那个你用之过去那的中安。用到这过去了，给不是给唱给祖宗了，他就搞一点。那么说这个人啊是用，就这样讲的话呢不好听。那么就用英语来讲，什么叫英语呢？八仙庆，温州叫以前叫八仙庆，为什么？八仙庆寿啊，把那个寿字不要，这个英语印在后面，八仙庆，那就是他这个养子的意思。青山绿水啊，叫做青山绿。从前有个笑话，什么呢？这个店呢，开个店，老板娘啊要掺水，他就是说，这个丈夫说，加一冰顶时入河，更新宁得已调和。他那个妻子说，这个人也懂得他那个话，他说，我有钱不买你青山绿，有钱我到前面去，我有钱不买你青山，不买你水啊，是吧？他说那个老板说，对面青山绿更多，对面青山绿更多，这就是什么？对面的这家里的水更多，我家的水就是金生丽水，有这句话，金生丽，有钱不买你金生丽，他说有钱我不买你金生丽，他说对面青山绿更多啊，就是大家都在用什么呢？用歇后语来对话，这过去也有这么一个说话啊，是吧？那么说人家很轻，这个女子啊很轻佻，但不能说叫轻，就是叫云淡风。云淡风啊，就是指这个女子很轻佻，那就是什么？云淡风轻，也是一个成语，也是一个，就是把后面这个字引在那里。但是傻瓜的叫法呢非常多，我们叫这个人傻瓜。傻瓜呢，有些人叫矮头，矮头的大字呢，不是那个土儿的土，还叫有人写矮头，还有是矮土，实际上就是大。有些那个大呢，有点大，就是头蒙的意思，有个头蒙，是吧？后头还是好大，还叫后头，矮头、五字头，这个头就是那个，有个妇女不能动的意思啊，不能动就叫头啊。
爱都关于不，那就这个啥？跟你越一句的，上海来的，上海人以前在外边来的人叫这个啥？就是生的，就是这个人生的，就外边来的，猪头三生嘛，是不是啊？后来呢又变成什么很傻的意思，外边来的呢都是乡下来的，上海人认为就像畜生，所以呢猪头生啊就变成畜生的意思了。畜生呢就是不聪明的了，不这个。但而且叫做联邦，人家叫联邦呢，给联邦呢，实际就是这样的。中国人呢，过去呢用钱的，以前后来是钞票，以前呢用钱，钱字啊，用一条绳子把它串起来，中间一个孔，是吧？铜钱，大家看到，这个铜钱呢，中间有一条绳，把它串成一串，一串呢是1000块钱，1000个铜钱，就说一贯一满贯嘛，一满贯呢就是1000块。开始呢，有的人呢拿出去啊，串了一串，这叫绳子呢，就是越南话叫棍绳，就是一贯的那个棍，一贯钱的那个绳，就是棍绳，贯而成绳。这条绳呢，它已经铺好了，没有人老去点，是不是有1000点半天？没人下这个功夫，所以有的人呢就打主意，下面拿几个钱拿了以后不满贯，就是不满贯，所以元代的时候呢，都叫做900分母，就是说900。后来呢，人家说900啊，说不够数的叫900。后来呢，北京人呢是叫这个北方人叫做一吊，不满贯呢就是半吊子，就是还不只是900，要是半吊。什么叫250啊？半吊子里头的半吊子，就是500呢就是半吊子，500的一半250，所以那个250呢是半吊子里头的半吊子，所以更加呢傻的更傻，是这个意思。那么13点是什么意思呢？13点有的人来说12个时辰多一点吧，是多。有的人们甚至于说什么把那个耶稣什么13个门徒算进来，那个更加不是，也不是傻，那个是叛徒，根本是打不住的。13点呢和这些都没关系，都是不够数的意思。它不是什么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为什么呢？过去是拿打骨牌，从前流行骨牌呀，不就是个赌博嘞，它的骨牌可以做游戏的，就是叫做打5关，一个人可以在那里打，2个人也可以打。14点的过关，14点就拿掉，14点拿到，碰到14点，两边合起来14点就拿出去过关，这叫过5关。意思要5关都过了的话，就胜利了。但是13点呢，哎呀，就差一点过不了关，所以叫这个人啊13点，就是说差一点过不了关，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现在呢，骨牌很少有人用骨牌打游戏了，所以这个典故啊，就不太有人知道了。我们年纪大的人还看过这种游戏啊，这个家里的长辈也还在那里，以前呢都打5关的，我们还看到他们打。这种呢，说明了我们呢，即使最熟的东西呢，也都有出处，而且温州这些出处啊，还可以供普通话里头这个
解释作为这个参考。温州呢还有个比喻语，比喻语呢，温州比喻啊是成批的。温州的修辞方式呢多种多样，比喻中间很特殊的一类，比如说能是从哪里来？就是而心，古代那个比如《世说新语》啊，这些里头都有而心。能，比如说能是拼音拼出来的合音，这个什么样子的遇见了能，他就说，比如说，他就用一色遇见那个安尼一色呢，比如农在能，就是有农字一样的啊，比如脏，他也可以农在一色，农在能和农在一色是可以一样的。哈结能，比如说是很脏乱，就像蟹拿来捣成酱一样，杂乱，绕都他路能，绕都能，绕不整洁，都是像个词一样的，很短。长的呢，可以说成长句，是没了通的意思，是没了通的意思。我打开帕布啊，去学能，可能我一句话很长的，表示笑得难看。还可以对比说，各日各呢，脚女也讲能，吃饭呢，脚上切成能，就是对比着说，一个是慢，一个是快。还可以这样讲，张八子虎可能，日个鬼子四岁我能，像水洗了一样。还在连冲的排别，一理冲呢做的排比。再过呢，比如讲那个石球戏了，像摸石球戏，熬大我能，磨牙我能，一路有个排根，给还些句白沙我能，一冲呢过这个比喻啊，像牛踏了一样的，马叫了一样的。很难看，就是这样的，它可以一理冲的过，一理冲过。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温州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木状式。什么叫做木状式呢？把那个形容词啊，表示一个状态，两个人啊勾人。三个人啊勾人，中间一个是形容词状态嘛，另外一个是模拟那个状态的样子。有种人呢，个东西个，譬如个七匹呢，就是表示个七个枕头，上当呢表示三个枕头，几六呢表示几个枕头。介绍，比如少呢，介绍，比如少个程度。唱课，不说，比如不。水贼，这个贼呢是一种咸菜，以此个么子呢？水贼等于水洗手，叫水贼。解决人学呢是古代流露。你意思呢？古代有种国吧，有就是古代国有牛，可能他大概水小把那个大过水主要是去个我出息。有种人呢，要来我呢，你看休息只拿休息，可个主要有关系的，主要庄周广西那个龙舟庄语就要生不生，洗不洗有那个。你个早洗早洗是夸拉他。这边提上过来台，你飞过做女，还不过谁左右，还不看你那个，在中国吧，那边是西欧，广西就叫西欧，我们这里是什么？东欧和西欧原来的话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还留下那么一样的东西。
继承了粤语的这种格式，重叠的木桩成分呢，各个方面都很丰富，做两个丰富。大概可能也是语境，比如说可做女是能样子，其他地方写的。语境呢，关于就那个波当当，个当字又是能写的。你这个用词的组当有时组别，比如说大词典吧，汉语大词典、大字典，你去查，灯就是肉这边一个灯，它就像宝帽，就是宝的样子。你就能不得当有时能写的。南方呢，就昏，你就那个方中呐，你方中呗。个方中嘛个方字，还是呢我那个八下，我有就是八方文，这个南洋，你是个南方，谁是南洋？波当是个波当多，在这里就是俺谁呢，养个能谁啊？个绝对无谁呢是能谁？但是我那个19这个。在这19呢，不会失去，基本上就呢，两个是俺，不过原来养的都比我，都比我。干呢，5呢又是的195个人学，个叫台式个人学，个叫庇护的人学，过一趟。大可能呢，听我要，个要的是俺晓得吧的，要的是俺一直可能晓得是哪谁。能力我叫人成，咁么我觉呢，我那个路要牛方自家大可能呢可以地区是个互动有地区是俺只能要来问题，或者用公国的问题当中的问题，或者平时不接。国家语教当中要你们是社区是社区的职能也可以互动，宣扬大个地方好，那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一下曾方老师。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提问的话，可以举手示意一下。